佢係漂移界嘅天花板，佢嘅熱度唔似 GTR Super RS7 嘅車型咁高，但係佢喺 JDM 車型中佢有住非常高嘅地位，係90年代跑車黃金時期嘅 JDM 代表作之一。今日就帶大家了解呢款冷門嘅漂移神車尼桑 Silvia 飛雞。飛雞誕生於1965年，係日本第一台配備前輪碟剎嘅車型，搭載1.6升 R 系列引擎，最高時速高達165公里每小時。優秀嘅性能讓佢成為日本第3京濱道路高速公路警車。不過因為初代嘅 Silvia 車身設計超前，再加上係手工製作，3年時間只生產咗554台，開發成本亦都十分高昂，售價去到咗誇張嘅119萬日元。最終因為市場定位模糊，銷量慘淡，讓佢喺1968年逐漸咁消失喺大眾視線。呢次打擊讓 Silvia 沉寂咗7年。直到1975年，終於迎來咗第2代，全新嘅引擎、全新嘅底盤、貫穿式嘅尾燈、巨大嘅支柱，外觀打破咗當時罐頭式嘅設計，車身線條十分具有運動感同肌肉感。雖然過於前衛嘅外觀喺日本本土並不受歡迎，但係佢喺北美市場卻獲得唔錯嘅銷量，全球產量超過145000台，成功通過咗市場考驗。喺1979年，第3代 Silvia 放棄咗獨特嘅外形，回歸翻更符合大眾審美嘅設計。另外仲推出咗 Coupe 同 Hatchback 嘅版本 ，Hatchback 嘅造型更加運動，首次亮相就大受歡迎。過後引擎仲做咗升級，增加咗渦輪版嘅 Z 系列同埋 FJ 高性能引擎。之後為咗參加 WRC B 組賽事，仲打造咗200台公路版賽車 240IS， 搭載2.4升 FJ24 引擎，可爆發240匹馬力。但係嗰陣時嘅 WRC 每台車都係瘋狗級別，所以240IS 喺3年時間僅僅取得新西蘭賽事嘅第2名成績。最後因為 A 組賽事嘅下放，結束咗比賽生涯。